早晨，606新聞台將於6點準時播映，請細心欣賞。因應路政署將完成筲箕環繞印道最後階段的斜坡及路面修復工程，當局將於2025年3月29日星期六上午約5時30分起，重開繞印道南面行人路。在筲箕環繞印道實施的交通及運輸安排如下：I交通安排，位於耀明樓對面的4個收費標泊車位將向東遷移約100米。行人過路處收費標泊車位、殘疾人士專用泊車位及耀明樓對面的巴士站。2運輸安排，城巴第77、82S、99、N8 號線及過海巴士第110及606號線位於繞印道西行耀明樓對面的巴士站將向西遷移約20米。